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攝錄友 Andy 啊！你見到台上面咧，全部都係一啲 Insta360嘅產品啦。咁啊，因為咧我近嚟啦，好多身邊嘅朋友都問我，究竟點樣揀啊？呢啲嘅相機究竟邊部最適合自己好咧？仲要因為咧，由今日呢條片開始啦，去到咧6月18號咧，Insta360咧會有個咧係大優惠啊，有好多折扣俾大家。咁所以今條片咧，我為咗我個 friend 啦，我就拍呢條片去分析下究竟每一部嘅產品邊樣嘢咧最適合自己，可以揀到最心愛亦都最啱用嘅產品俾大家睇下嘅。第一部介紹咧就係呢個 Go Ultra， 因為咧好多女仔第一樣嘢咧佢都會問我啊，我想要部輕便啲嘅相機，唔想要咁大部喎。咁呢部咧係絕對係會係適合你啦。嗱，佢咧係一部咧主機咧同埋個相機咧係可以分拆嘅一部嘅相機嚟嘅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就係嚟帶出街嘅話，我想咧係冇咁侵入性，冇咁容易咧係俾人哋咧即係可能望住我影嘢嘅話咧，咁我有呢個主機加埋呢啲配件，只係將呢個配件掛喺身上邊咧，我可以用磁石黐住佢咧，已經可以進行 POV 啦，甚至乎啦有啲金屬面嘅話咧，我係嚟燈柱啊呢啲咧，我將佢咧係黐咗上去咧，亦都可以進行拍攝啦，甚至乎夾喺帽啊，或者甚至乎就咁用手揸住啊，咁去做拍攝嘅話咧，亦都係可以啊。咁變咗咧喺女仔嚟講咧，佢係可以輕便好多啦。咁你話想好似平時 Action Cam 有翻個 mon 可以自拍睇翻嘅話咧，佢亦都可以做得到。將個主機擺翻將個相機擺翻落主機度啦，咁佢亦都會有一個自拍 mon 啦。咁同埋而家嘅相機啦呢部 Go Ultra 啦已經係有 4K 啦，咁你已經可以應付到一般啦，無論係 YouTube 好啦，甚至其他嘅社交平台啊 IG 啊呢啲去擺去上邊嚟做播放嘅話咧，亦都係一個好高清嘅畫面，亦都唔需要擔心啦。咁啊，亦都入邊啊係夠而家嘅 Insta360相機好多咧都會有唔同嘅濾鏡調色啦，包括啦可能係 CC、NC 呢啲好中意嘅顏色佢都會有啦。咁所以呢部機咧，我覺得係好適合女仔用啊。同埋咧，佢亦都啱啱推出咗啦，之前推出咗呢個微距鏡啦。咁我有條片都拍咗，大家可以睇翻啦。咁有埋呢啲配件嘅話咧，咁玩嘅效果咧就會多好多啊。咁所以如果女仔想要輕便方便帶去旅行啊、行街拍 vlog 啊、生活照啊呢嘅話咧，咁呢部機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第二部介紹咧就係 X5啊，呢個360相機啦。佢嘅特點係點樣咧？就係我哋可以咧揸住去做拍攝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可以係前後左右360度嘅畫面咧，佢都會一次過咧係可以拍攝晒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就係例如有時啦，可能我係行山啊，可能去滑雪啊，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去滑水啊，甚至乎係可能就算係就咁行街都好啦。咁可能咧我要專注喺我活動啦，我唔能夠咧係不斷咧去攞唔同取景啊，甚至乎可能我想要取景嘅話，平時嘅 cam 咧可能我都係要做同一個動作咧，可能我要拍幾次嘅同樣嘅活動先可以拍得到。咁但係360相機咧，因為一次過已經係將我360度嘅畫面咧全部去拍攝晒嘅話咧，咁變咗我可以係翻去後期咧先做剪接。咁佢仲要咧係有 AI 追蹤啦，有自動係做 focus 啦。咁變咗咧我唔怕啦，係話對唔中焦啊，或者效果唔得啊，咁全部咧都唔怕。咁佢可以一次過拍攝咧，已經係有唔同嘅 shot。咁呢樣嘢對於我哋係做拍攝嚟講咧，係慳好多唔少時間、心機同埋功夫嘅。X5啦，除咗可以拍攝例如 4K 50格、60格呢啲咧係最基本我哋而家咧拍片需要有嘅效果之外啦，咁佢可以拍到係5.7K 甚至乎係8K 嘅畫面啊。咁追求高清嘅朋友，或者係想係有一個高清，我可以咧係有剪接空間嘅話咧，咁呢部機咧亦都可以係俾得到你嘅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呢啲360相機最好嘅好處就係咩咧？如果我加個自拍棍啦，揸住嚟做拍攝嘅話咧，佢可以隱藏咗部相機，唔係好覺，甚至乎咧我攞住相機插住佢嚟拍一啲嘅 POV。咁平時咧我用 Action Cam 咧只可以咧掛喺心口係對住前面嚟做拍攝啦。咁啊只係單一角度啦，甚至乎有時會遮咗嗰個 Action Cam 啊。如果有360嘅話，第一樣嘢佢可以隱藏咗，淨係可以影到部相機同埋我啦。咁亦都可以影到出邊嘅景。咁我變咗喺我 B-roll 裏邊嚟講咧，我就會多啲 shot 剪，咁畫面就會豐富好多啦。咁你話我唔想要360嘅畫面，我淨係好似平時嘅 Action Cam 去做單一個鏡頭嘅拍攝得唔得？佢亦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咁你可以揀單鏡頭啦，佢就會同平時一樣啦，只係做翻一個 Action Cam 嘅效果俾大家。咁啊，淨係一個前邊嘅畫面或者後邊自拍嘅畫面，佢都可以做得到嘅。
近嚟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佢推出嘅一個新配件啊，就係呢個手柄啊，加咗落去咧 X5 度咧拍攝出嚟嘅畫面咧就係2:35:1啦，就係好似咧係富士啊或者哈數咧啲中幅相機入邊一個叫 Xpan Mode 一個全景模式，攞嚟咁樣去影相嘅話咧，可以攞嘅畫面會多好多啊，風景啊出嚟嘅感覺咧就會震撼好多，所以我自己咧都幾中意嘅。第三部介紹咧就係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啊，亦都最常用嘅 Ace Pro 2啦。嗱，我亦都拍咗好多條片咧，去介紹咗佢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可以睇翻啦嚇。我好似有2-3條片唔同嘅方法咧去介紹咗佢噶。咁今日咧我都想講少少佢一啲嘅新嘅配件啦。咁首先啦，部機啦，咁啊 4K 啊、59:69呢啲啊，絕對冇問題啦。拍片咁啊，佢要有嘅顏色嘅色調啊，無論你想要 Leica 啊，甚至乎最新嘅呢啲 CCNC 即係富士調色，佢都可以做得到啦。影相拍片咧，亦都可以用得到之外啦。咁呢部機咧喺夜拍嘅功能亦都係非常之高啦。咁呢啲亦都唔需要多講，好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了解㗎啦。唔了解睇翻片啦。咁啊，反而咧，我想介紹就係咧，佢玩法咧係越嚟越多啊。因為之前啦，咁其實咧已經係有一個街拍手柄啊，攞嚟咧去影相已經係唔錯㗎啦。甚至乎佢有好多唔同嘅鏡啦，嚟 back mist 啊，可以有一個黑油焦效果啦，微距啊呢啲都有之外咧。佢最終極咧，真係變成一部好似咧相機啊，好似一啲咧係寶麗來即影即有咁樣啊，因為佢加咗咧新嘅一個咧係街拍嘅手柄啦。佢除咗可以平時我哋就咁攞嚟揸係好用啲之外咧，佢可以 zoom 啦亦都可以調校呢個濾鏡啦，可以自定之外啦，亦都可以加埋咧有個 Pinter，成部出嚟咧變咗一部即影即有。我會用佢咧嚟講咧，佢基本上就好似一部咧係加入咗有 Leica 嘅 filter 或者係富士 filter嘅一部即影即有相機，甚至乎佢鏡頭咧佢自己都係用嘅 Summilux 啊嘛，佢係一部咧好似係 Leica 裝咗富士菲林嘅即影即有相機一樣。咁你呢部手柄裝咗落去啦，咁本身亦都有電啦，可以插卡之外啦，咁裝咗呢個嘅 Pinter 啦，我可以影完咧即時咧可以揀相咧係印出嚟，咁係一部即影即有啦。咁相紙用翻啦，咁佢自己推出嘅啲相紙就係可以噶啦，咁出嚟個樣咧都幾靚仔噶。咁佢亦都咧同期咧係推出埋咧係會有一個袋啦，咁呢個袋啦佢有埋條斜孭帶嘅，咁可以將呢部機咧係放咗落去，咁非常之文青靚仔啦。咁帶出街咧亦都係唔會覺得係即係唔好睇嘅，咁所以 Ace Pro 2已經進化到玩到咁咧，我真係唔知佢仲可以咧係有咩可以玩落去嘅效果啦。甚至乎咧佢再推出埋一個鏡頭咧，就係呢個咧2:35:1啦，拍攝嘅 video 出嚟咧係好有電影感嘅，咁亦都就咁裝落去咧就可以。咁所以 Ace Pro 2如果你話我想要最多玩法嘅話，可以甚至乎印埋相嘅話，咁呢一部咧我覺得咧絕對係首選嚟嘅。如果你問我呢兩部機咧，我哋會點樣揀呢？因為我嘅朋友亦都問啊，應該揀 Ace Pro 2好啊，定係 Go Ultra 好呢？如果你想要畫質嘅話咧，咁大家咧 4K 一定係冇問題，都可以拍到啦。但係 Ace Pro 2咧最高可以拍到 8K 啦，同埋夜拍嘅能力咧佢係會高啲嘅。另外啦 filter 方面啦，咁 Ace Pro 2咧就會有 Leica 嘅 filter 啦，而 Go Ultra 都冇啦。咁例如好似朋友話啦，佢都好想好似我咁可以拍攝 POV 嘅話，咁邊部會好啲呢？Ace Pro 2啦就要咧額外加個掛頸配件啦。如果淨係 Go Ultra 嘅話，因為佢可以拆出嚟嘅話咧，就可以加個掛頸嘅配飾就已經得，咁咪輕巧方便好多啦。咁兩部機啦都會有防水嘅，咁 Ace Pro 2都可以啦。但係 Go Ultra 嘅防水咧就淨係佢本身嘅相機可以做到防水嘅啫。呢個port 咧 Action port 咧就係冇防水嘅，咁大家係留意翻啦。咁價錢方面當然都係Go Ultra嘅性價比會高啲啦。咁但係如果要畫質啊各方面嘅嘢嘅話咧，咁 Ace Pro 2咧就會好啲嘅。最後介紹咧，反而其實佢就唔係相機嚟嘅，就係呢個咧係手機嘅一個穩定器啦，就係呢個咧係 Flow 2 Pro 啦。咁配合埋咧，例如 iPhone 嘅話咧，有咩好處咧？嗱，首先第一樣嘢咧，其實用咧好方便，因為以前嘅一啲嘅自拍嘅一啲手持嘅雲台咧，我覺得好麻煩，就係安裝。嗱，第一樣嘢啦，佢有呢個磁吸啦。咁例如我 iPhone 啦，裝咗佢本身嘅呢個夾之後啦，咁我可以一擺落去咧，佢就已經係安裝咗啦，唔需要慢慢去做調校啦。第二樣嘢啦，開機只係需要點咧？佢就咁反出嚟咧，
其實就已經係開到機㗎啦。如果你係裝埋佢原生 Apps 嘅話咧，佢直接咧係可以係開啟埋連接咧入邊嘅內置嘅 Apps 啦。咁另外一樣嘢啦，佢內置 Apps 仲可以咧係做到追蹤啦，甚至乎係變焦啊，呢啲都可以啦。或者係第三方嘅 Apps 啦，都可以支援到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有啲朋友我唔想啦，再額外咧花錢買部相機，因為可能我買部 iPhone 咧都已經係過萬蚊，咁佢拍攝功能都已經好好㗎啦。我只係想一個咧係更加穩定嘅效果，咁可以俾我咧無論係做一啲可能做一啲唔同嘅 shot 啦，拍一啲靚啲嘅畫面啦，甚至乎我自拍可以穩定啲嘅話啦，因為佢甚至乎咧係可以咧係伸長嚟做自拍㗎，都可以啊。咁嘅話咧，咁我覺得咧係 Photo Pro 啦，都係一個唔錯選擇。咁佢價錢咧都係非常之優惠，因為我見到佢咧好似做緊特價咧，係講緊只係需要600幾蚊，已經咧係可以令到你喺拍攝上面啊嗰個質素咧係有改善嘅話咧，咁 Photo Pro 咧係一個對於你嚟講係唔錯選擇，攜帶都方便，摺埋就可以啦。如果想多啲了解究竟係點樣用啊佢功能嘅話咧，我之前咧都有條片嘅，大家咧可以上翻去睇翻。咁今條片咧就介紹咗啦我哋幾款嘅 Insta360嘅產品啦，希望咧我嘅資訊可以幫大家揀多部咧最心儀嘅相機啦。有興趣啦可以去翻啦我下邊嘅連結啦，可以去選購翻啦。記得喺618之前啦，咁啊都會有一個咧係大大嘅折扣啊，咁亦都咧係會有啲嘅配件啊或者一啲嘅小禮物咧係會送翻俾大家，咁大家咧可以喺下邊咧係連可以了解翻啦。好啦，咁今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條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頻道啊！記得撳埋鐘仔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啦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啦去我個人嘅 IG 同埋攝錄嘅 IG 啦，記得要 follow 啊！大家睇下你嘅 subscribe 數啦，同埋呢個 follow 數係非常之唔成正比嘅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。咁亦都可以 share 我嘅片出去俾大家睇。咁希望啦，可以個 subscribe 嘅數啦可以升多啲嘅話啦，可以拍多啲唔同嘅片俾大家睇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